明问题，下面个客栈，片面话，我站西沙，我加大红接待，接临哈罗马酒店一种白film，酒店一种白film放面后。我站，西沙我卡达，西沙就是西沙红，杰林，哈罗马，酒店，一种白film，放面后，上人户，偶站，西沙红，杰宁，哈罗马，酒。怎么写多写什么鬼东西？酒店周庭，也中白film放面后。我在那时，西沙红接令下令，就是喝令命令。罗马酒店周庭，那么周庭就是个相当于一个州样的，就是比如说咸宁州一个州。的也中全部的所谓的百姓放面后人户，算人户就是上户口，州顶就是一个州，就是 prefecture 就是州。我在西沙红杰林哈罗马酒店。也中白film放面后，所有的百姓上户口。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，死不待我，祝愿有面学业有成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牛牛波海，海来不免平安。